各位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咱有法来到这，伫主的圣日，三合来敬拜主。多谢主，互咱伫这礼拜当中保守咱逐个人平安，伫各方面按上帝吩咐来供应咱一切的需要。当咱想到这的时阵，咱也想到伫世界中，还佫有真侪人伫医院内面，身体、心灵受到真大的痛苦、忧伤。因毋但啊想到因家己，也想到因伫外面的亲人，因也是伫经济上各款的问题有困难，求上帝特别伫即个时阵来怜悯。来帮助阮在属神的行理的人，用疼心来帮赞因。主啊，阮毋但为因祈祷，并且用伸出援助的手来帮赞因。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多谢你的听筒。伫即个疫情真危险的当中，有真侪人抑佫伫医院受痛苦，心灵有真大忧伤，有重担。毋但安尼，就伫外面抑佫有真侪人伫经济层面、伫生活层面受到真大的试炼，受到真大的痛苦。求上帝你怜悯因，来帮赞因。按时供给因的需要，求你帮助在执政掌权的在政府的官员，用忠心负责任，通来帮助现在伫苦难当中的人。主啊，阮也求你，互阮伫即个灾难当中，互阮有法通倚靠上帝的恩典，用信心通来靠主，将一切的重担来交托给上帝，因为上帝顾念阮。阮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引我安歇水边。他是我灵的朝苏醒，为着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行走一路，引导我行一路。各位的兄弟姊妹，今仔早起，咱要讲的题目是人的忧虑甲神的顾念。人的忧虑甲神的顾念。圣经是记载伫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彼得前书5章第7节。安尼讲，恁着将一切的忧虑写互神，因为伊顾念恁。搁读一摆，恁着将一切的忧虑写互神，因为伊顾念恁。这节经文实在是咱现在世界的情形真合时的信息亲像久旱逢甘霖也是久旱逢甘雨就是旱灾无水的当中上帝按时
从神的话语，互咱安慰，互咱鼓励，亲像及时雨落到地顶，互跩农作物有法通生长。今仔这个题目讲到忧虑忧虑，忧虑是咱全世界每一个人所临到的问题。特别伫现在这款的情形真侪生理人非常的忧愁，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大生理还是小生理，拢因着这摆的病情受到真大的冲击。有的人就是公司倒闭有的医院规北京的关起来无生理有的对口真久无做生理，生活受到困难所以咱知影这个忧虑是咱人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款的情形上帝知影人有重担，有烦恼，有忧虑。这款的忧虑的心情对人的身躯、对人的心理、对人的这个灵性，拢有真大的影响根据这个美国近年来对因国家的这个调查，全美国伫一年当中有4000万的人有这款的忧虑症心理病唔单单是美国其实全世界的人拢是处伫这款忧虑重担的这款的心理的当中这个毋是一项小问题，乃是大问题。那么忧虑是对于什么所在来？忧虑乃是因为当人受到真大的压力，还是有一件物件，还是一件代志英文是 object and situation， 有一件物件伊看到伊就惊有一件代志拄着了伊就惊，无法通应付的时阵这代志出问题了，忧虑就来了。这代志这问题真大到伊无法通容易的来解决这忧愁还是panic恐慌就来了。你看有的人听到说要找牙科医生伊就惊咧等咯心内摇摇喘，有这款的惊的心，有这款忧虑感有人你去医院咧去检查，医生讲说你身躯的无什么所在发现到什么瘤了这个时阵伊也是真忧虑了。有人要去看齿，以前就忧虑了还是要这个中学看齿大学看齿了，还是要去移民局是什么所在要问话了，伊也是忧虑咧等咯有的人生理出问题了，行李出问题了，行李会病痛了，甚至有的人要坐飞机，伊也是心内也惊所以忧虑是无所不在所以咱今仔日提到这个忧虑这项问题实在对咱人的身躯的健康有一个真大的影响。咱人的身躯常常咧讲说病从口入，真侪讲这个意思就是真侪种病痛会产生会出现还是用食物件对喙咧入去7食8食还是食过头以至到各款的病会发生。但是人却是将另外一项袂记咧咯。另外一句话是啥物病对心入，毋是对口对喙乃是有的病乃是对心入去的。
这是一个事实的代志。因为人啊，因为这个忧虑啊，伫生理上，生理就是咱 physical， 咱内面身体内面啊，甲心理啊、情绪啊，甚至思想啊，都产生真大影响。医生逐摆安尼咧讲啊，咱人的情绪啊，咱人的心理啊，若无好势啊，过头的忧虑啊，还是另外一款的一款的心理的状态啊，出了问题就影响到咱身躯啊。所以有医生讲啊，那脑伤肝，脑就是受气啊，会伤肝，喜狂喜啊，欢喜啊伤过头啊，还是影响到心啊。忧是伤肺，忧愁伤到肺啊。思虑、忧虑啊，思念就影响到脾，惊、恐惧啊，这个恐是伤到这个肾，就是腰肌啊。所以咱看，咱唔通以为说啊，忧愁都无啥物啊，这个忧虑无啥物伫咧，其实咧影响到这个人的心理。要身体会在五脏啊，都真大影响。毋但啊，影响到身体啊，影响到啥物心理？伊讲一个人若过头忧虑啊，会产生一款的悲伤，甲内心的一款的空虚的感觉。另外，有一款忧虑的心情伊对外面的活动无兴趣了。无合群咯，无爱甲人做阵咯，对外面的代志会引起伊的兴趣，有时呢，搁较严重呢，会影响到生命影响到生命的问题伊感觉说，哎呀，我这个生命无价值无价值咯，甚至有一个罪恶感伊对食食也是无迄个食欲咯，甚至伊的体重直直减去，有的人会失眠，有的人是直直困，有的人是身躯真过线，有的人是无集中精神，注意力减少去咯，甚至有的人想要自杀，死了会算了因为想过消极对这个生命感觉无意义。所以有的人就想要去自杀有的人经常会头痛，还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还是对忧虑来的。有的人的心跳会加速会真紧会跳有的人是无带无水会出汗摇摇喘，甚至伊会在肌肉会紧张甚至肌肉会痛，各款的情形因此呢，伫圣经当中咱的主耶稣也是真关心人的这个忧虑的代志你记得耶稣伫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也开始，伊安尼讲耶稣真关心咱人的这个忧虑圣经是安尼讲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到34节安尼讲，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生命来忧虑，要食啥物咯，要啉啥物咯，为身体来忧虑要穿啥物咯，伊说恁看天顶的飞鸟因毋免种植，也毋免收成，也毋免积蓄粮食伫仓库内。伊讲恁的天地尚且饲活因，恁减袂比跩白鸟鸟只较贵重得多嘛？伊说恁的生命人的生命比跩鸟只佫较贵重上帝尚且饲活因。27节继续安尼讲，恁倒落一个人有法通用思虑互你的血手增加一克呢？袂
何必为着3苦来忧虑呢？你看，你想啊，这个野地内面的百合花是怎样大长起来？因暗年落苦，暗年旁枝但是我甲恁讲，就是所罗门王结荣华的时节，伊所穿的所戴的物件也不如这花一蕊花呢，不如这花说恁这小信信心真衰的人还是无信心的人你看野地内面的草是今仔也阁伫咧，明仔日就等伫炉内互人刮起来，等伫炉内烧咯。是神也阁互因一款遮水的装饰互风恁呢。所以耶稣讲所以毋通忧虑，讲说要食啥物，要啉啥物，要穿啥物，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恁所使用的这一切物件，恁的天父是知影的。所以恁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物件拢要加互恁咯。所以毋通为着明仔日来忧虑，因为明仔日家己有明仔日的忧虑，一天一日的忧虑一日担当就够额咯。这就是主耶稣互咱的勉励，互咱的安慰叫人毋通来忧虑这项代志。那么上帝知影拢关心咱的忧虑，为什么呢？神的心是疼咱人，所以上帝主要所讲说神爱世人。上帝的心就是疼咱世间人当咱知影，咱发现到读圣经了知影主耶稣是为着咱的生命，为着伊爱上帝来拯救咱。有一位这样的有爱心的上帝，咱通放心。咱来看到一个歹人无论怎样对待咱，讲什么话咱拢毋相信因。但是咱知影，上帝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咱，为着要拯救咱，死伫十字架顶，即款的疼心无底测，独神的疼是最伟大的。既然咱知影上帝的疼，咱就心内，咱是伊的囝儿，咱通放心圣经有时会将一个真形象的圣经的话语咱读了后咱心内得到真大的安慰通放心。伫以赛亚书49章第15节安尼讲，伊讲妇人人咸会袂记得伊食恁的下囝，咸袂怜悯伊所生的跩囝呢？或者有的人会袂记得，将伊的囝袂记得。圣经讲，我耶和华却袂记得，袂将你袂记得。这一款的话咱读了后，互咱心内真大的安慰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咱，为着要拯救咱。咱诚做神的囝儿了后，咱相信了后，咱仍然活伫这个世界中，还阁生存，还伫遮生活的时阵，咱也是会拄着各款的问题但是上帝的目睭看掉咱，这亲像一个做老母的，伊对伊的囝，可以囝行到倒落，伊的目睭低到倒落，行到迄搭拄着危险，伊就赶紧冲去，去帮衬伊，摕着暗脏的物件要煎咧喙内食，这个做老爸做老母的，疼伊，紧紧将迄个物件来阻挡伊，来叫物件抢来，毋让伊食落去身躯内面。上帝的疼无微不至，意思就是疼照顾咱，关心咱。
所以上帝咧做世间的时阵吼，一切物件的时阵，伊毋是先做鸟只野兽甲人，然后做出来物件。上帝乃是将这一切物件备办好咯，有花有草有树有果子咯，有通食的物件咯，然后再做鸟做动物做人，为着是要互人互跩鸟只野兽有通食。所以耶稣讲啊，伊说恁观察跩鸟只，因暗年种暗年收，上帝仍然饲活因。何况恁人呢？何况咱是上帝的儿女呢？恁看天顶的鸟只，毋免种，暗免收，暗免收在伫仓库内面。恁的天父尚且饲活因，恁减袂比跩搁较贵重吗？这是上帝互咱真大的安慰。第二方面呢，咱通放头一项，因为上帝的爱，咱通放心。第二方面是上帝的权能，上帝的大能大力，咱通安心。一项放心，一项安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有能力，人做这天地万物。圣经的形容啊，上帝的大能用人的身躯的一家部分。上帝有时用讲上帝的指头啊，上帝讲到说，上帝用伊的手的能力上帝用伊的 arm， 用伊的这个膀臂用伊的这个手骨手骨的力量，人来拯救当上帝用到这个指头的时阵就是来对付魔鬼的。将迄个邪灵将魔鬼的邪灵甲伊赶出来。上帝只用一个指头当上帝要用到要拯救一个人脱离艰苦的时阵，上帝讲到用伊的手，通来帮咱来对付这苦难。当上帝圣经内面用个这个神的膀臂。就是这个 arm 的时阵就代表说神要拯救伊的百姓出埃及虽然后壁有真侪千军万马来要追杀伊的百姓的时阵，水面够红海满足咧。圣经讲上帝要用伊的大能的膀臂伊的手用伊的手臂来拯救伊的百姓，离开了这大灾难所以圣经为是讲伊的膀臂施展大能伫路加福音第1章第51节，安尼讲，上帝要施行伊的大能施展伊的大能力所以伫遮互咱看出。来形容上帝用伊的指头来对付魔鬼撒旦的跩邪灵鬼怪入去人的身躯，上帝用指头甲伊赶鬼当伫埃及的时阵，用迄个目杀来到因的这个国家的时阵，圣经讲过是用伊的指头那其他的跩神力呢，上帝讲到用伊的手。当用到要拯救全百姓、全民出离这个极危险的、叫灭族的这款情形下面圣经形容用伊的手臂手臂的能力通来拯救所以当咱看上帝用伊的大能大力创造天地万物上帝的权能实在非常非常的大咱是伊的儿女，咱阁惊什么呢？所以主咱兄弟姊妹这就是上帝要帮咱，要看顾咱。上帝用伊的疼心来关怀咱，用伊的大能来拯救咱。咱通放心，咱通安心伫神的内面。
所以咱兄弟姊妹，伫即款极困难的时节，上帝鼓励咱着刚强，用刚强的心来grund地耶和华上帝，因为伊要帮助咱。佮再来呢，来讲到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怎样甲咱讲呢？第5章第7节，伊讲：恁着将一切的忧虑来写互神，因为伊顾念恁。即搭甲咱讲吼，伫即节圣经内面分做2部分。头一部分是讲到恁是啥啊？是一个信徒，一个属于神的行理的一个人，属于神的行理怎样啊？因伫世间生活会拄着苦难，所以圣经主耶稣讲：伊说伫世间啊，恁有苦难，但是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赢了这个世界了，所以咱通放心，也通安心，所以第2方面呢，佮讲到啥物啊？说恁着将一切的忧虑，毋是说一项两项啊。咱伫世间啊有真侪大项细项的，咱着尽量将一切英文讲 all your anxiety, all your care 就一切是拢总毋是一项两项的。有时咱惊上帝会麻烦你袂？上帝无惊麻烦，上帝的能力有法通应付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忧愁苦闷等等，所以圣经甲咱讲将恁一切的重担忧虑来写互神，既然神大有能力，那神有迄个能力通帮助咱一切的重担。过来，咱学习的功课什么呢？叫写。英文的叫做 cast all your anxiety。cast 就是什么啊？咱像你载火石啊，你载一车的火石，咱要将这个火石搬落来，叫做卸火卸火起火落火将这火石安尼落来夹落来。有时咱咧爬重担吼咱要将这个担要甲夹起另外一个所在，咱爬去车咧。若是一个较戆的人伊会将这个重担伊放在光咧，伊的肩头咧，再爬去车顶人看到说这个真戆。伊说你已经爬起来车顶，你还在将迄个重担甲你担咧肩头咧，咱毋敢放落来车咧。咱真侪时阵，咱亲像这个人一样。上帝说：恁着将恁的重担卸互神，意思就是叫咱会将重担放互主耶稣，伊要帮助咱，用信心来倚靠伊。所以主耶稣伫马太11章8节安尼甲咱讲，伊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即搭来，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了。凡劳苦背重担，意思就是咱世间人咧背重担，咱就来到倒啦，来到耶稣面头前，来相信伊，接受伊，相信耶稣伫咱的心内，伊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去咱一切暗脏污秽。咱相信伊，就倚靠伊，跟缀伊，行伊的路，毋通阁行魔鬼的路、犯罪的路，咱毋行，咱就来到耶稣面头前。所以圣经甲咱讲希伯来书4章16节甲咱讲，伊说恁就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为着要得怜悯，要来蒙伊的恩惠，要做随时的帮助做咱随时的帮助施恩宝座前就是咱来到神的面头前，
伊是一个时运典的，互咱运典的，为着要来得怜悯，神有怜悯，看到咱有艰苦，伊可怜咱，伊要互咱得到恩惠，得到 grace， 得到神的恩典，要来到上帝面头前得到帮助。所以上帝有这款的心，愿意帮助咱。所以咱若有重担，咱应该着来到主的面头前，将这重担来帮助上帝。这是头前第一部分是人应该做。咱有重担，咱就将一切忧虑来交托上帝，而且就写托上帝give all, cast all 你的重担。第二部分呢，讲到神的责任。圣经讲的是，因为上帝顾念咱，顾念的意思就是汉文的一方面要照顾咱，一方面是咧想念咱，想念咱所关心的代志。这个英文的圣经是一节彼得前书5章第7节安尼讲 ，casting all your care upon him, because he care for you。一旦甲咱讲说，头一个 care 是讲咱人这个 care 的一个意思就是关心的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咱的重担，咱的忧虑的意思。因为这个 care 人有关心某一项代志，拄着问题了，咱才会忧虑。咱做袂到，咱就忧虑。有跩重担，咱心内才忧虑。第二个 care 是上帝的 care， 伊关心咱所关心的。上帝关心咱所关心的代志，这个是讲到上帝的照顾，上帝的帮助，因为上帝关心咱每一个上帝的子儿。感谢主，上帝关心咱，所以既然上帝关心咱，咱要怎样呢？咱有跩重担，伊甲咱讲，咱着学习放落拢将这重担 cast all your care， 就是放落咱拢总的重担，互上帝。所以，这圣经节拢是对咱真大的帮助。毋知影咱兄弟姊妹无朋友，咱伫这个时，毋知有啥物款的重担，啥物忧愁无？咱现在就亲像圣经内面所讲的，伊是咱就将咱的忧虑、咱的重担来帮助上帝，完全的交托给上帝。为什么呢？因为伊疼咱，伊关心咱，伊要顾念咱，就是照顾、佮关心咱。你愿意也无呢？你若未信主耶稣，你就对你的心内来接受耶稣，伫你的心中，向伊祈祷，上帝多谢你将耶稣赏赐予我。你听世间人，你找耶稣来到世间，为着要拯救我的灵魂，赦免我的罪，我要相信耶稣伫我的心内。按圣经所讲的、所应允的，神疼世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予因。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到灭亡，反倒当会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上帝听的表现。所以咱要怎样呢？伫苦难当中，伫忧愁当中，咱头一项，咱着学习会晓咧向上帝祈祷，向上帝倾心吐意，就是 cast all your care，将你的重担倾心吐意，第一方面来交托神，帮助神；第三方面，咱就有一个喜乐的心。圣经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好的药。所以咱人放松咱家己，咱伫
人面头前，伫咱的心内，咱就常常喜乐。圣经讲常常喜乐啊，咱就有笑，逐日都有笑，就逐日学交别人做伴啊，甲人有交往，甲人有沟通啊，咱这心中才会喜乐，才着祈祷啊，祷告，将恁心中所要的共神讲，神要赐予咱意外的平安，使咱心中意外的平安，要超过咱所想所求的哈。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能够再来三合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啊，多谢你接到今仔日的信息，接到你的话语，你圣灵感动阮，将这话语放伫心内，伫这个危难的时期，伫这个疫症啊，真断片全世界，伫菲律宾也是同款拄着即款的灾难，偌侪人有忧愁、痛苦、重担，求上帝你怜悯，然后有即款对上帝有信心，听到你的话，愿意将伊一切的重担来写托上帝，求主你帮助因，也互因心内来相信耶稣做因的救主，互因的生命得到永远的盼望。阮知影，阮暂时伫这个世间当中，亲像做人客一样，阮会拄着真侪问题。但是上帝为阮备办迄个永远的家，迄个家是无苦难、无病痛、无目屎的、无罪恶的所在。主啊，求你赐托怀凭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的人，互因得到上帝祝福，直到永远。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求，阿门。